那我们成立这个线上语言巢的目的，主要是说我们现在很多老师啊、同学啦，都在都市里面工作啦、读书，然后呢，想要学习语言的机会蛮少的。你要接触原住民阿美族的机会也很少。听到同学们在家里，听到同学说在家里爸爸妈妈也没有讲，所以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年轻人学习我们自己阿美族的语言的机会真的是很少，所以感觉到说我们要营造一个说阿美族语的环境，所以我们才想到说要成立这个线上语言巢。从去年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就开始在家里，学生在家里，老师用线上来教学。哎，这个方法蛮好的哦，在线上也可以看得到你，也可以交换意见。虽然没有那个实体上课那么的好，但是用这种线上的教学也蛮方便，还可以节省时间哦，不用跑到学校，跑到一个定点去上课。所以这个线上语言巢这个方法来上课是，不管你距离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在线上来一起交换。那我们成立这个线上语言巢，也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或是大专同学，如果想要往这个原住民的教学的师资方面去从事你的工作的话，这个也是这个最简单的地方来开始慢慢的学，因为我们这个语言巢不是几个礼拜几个月，我们一直要做到年底，也希望我们这个语言巢能够继续的不是1年2年，一个语言不是一两年可以学会的，要慢慢的。所以何况我们现在年轻人学习阿美族话的环境真的很少我们希望利用这个线上语言巢，大家交换意见。等一下呢，我们要互相练习的时候，请大家同学呢、老师还有几位已经资深的老师也在里面也可以帮忙我们同学来怎么样了解翻译这个句子好。Misal tapang tu kita hao. Irato ko sinsito hakasito mikaputina ka na calay hao pansato patang anahani pasipanah kita to kapah namita wawa namita hao ta itini kita amalaritsay irakun miso kafanaan ato cai kar sat ko suan mitani sa pangsahay wa amis ka ko upasawali ka ko asa kita Macala pasatakan kuno namo aswal anahani. Numakuan niya rahaw itini karingko nufataan. Sa nufataan kun maku ngiha. Cai ka cat kuno namo upasawali usa timur wa amis haw ipansato. Malicay kita anhaw ni haw. Ay. Usarakat ninanam kita to. Maharaw to kumiso haw. 阿美族线上语言巢单字简单句子翻译。那个画面很小的，把那个影像把它点一下，把它里面的那个图钉点一次，那个画面就放大了。你的画面放大了吗？马头多？马头多。马头多好。好，把那个画面点一下，那边有个图钉，把图钉点一下，你的那个画面就放大了。阿美族线上语言巢神来，好，你sa tapang tu kita yo hao, kantangay kumita pinanam, ira kuwawa, ira kukapahawi, tangsul kahanta matakasay matalaw at sa kuwawa aminanam sa kantangay hoku sa tapang namita hao. 好，马平南都跟他。Nasa Ausya itu sakit saya tirit. Masa kita tirit nian. Mafanaan ni sa Ausya pansa sa Ausya. Asi penari.
最上面那一行要怎么念？达拉达伊阿马达亚。哎，马达马多，哎，如果可以的话，达拉达耶阿马达亚山，达拉达耶阿马达亚山。就是我们阿美族的话，达拉达耶是阿马达亚。就是我们老人家，我记得小时候啊，当我们成绩不好的时候，那个爸爸和妈妈说，达拉达耶阿马达亚古马多阿塞阿尼丹，sepi sudah namo。No tadi kun tilis namo, tadi kun tingsu namo， 这里的达拉达耶阿马达亚，这个用阿美族话很没有问题，可是你要翻成中文就不好听了。大便的工作。哎呀，所以啊，不能直接翻译好嘛，他妈都你要直接翻译真的不好听。哎，真的达亚是我们说大便啊，达拉达亚阿马达亚是古马多阿塞，就是老人家或是爸爸妈妈拼命的工作，好拼命的工作，就叫达拉达亚阿马达亚。如果直接翻译，真的是大便的工作，所以不是这样翻译。好，这是我们阿美族话跟国语没有一个相对的词，不可能有一个相对的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释，说达拉达亚阿马达亚阿萨古马多阿塞号，好，这是一个。你看看第二个也是一样啊。来，首先请妈妈翻来，首先这个读啥？我takhan am jikai。Hai mata-mata. Takhan a mi cakai nu fataan a mi cakai mi aca kuno rumah ania rohau. Mi aca sa nu fataan ha mi cakai买东西啊。takhan a mi cakai。哦，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眼睛要闭起来买呢？买东西为什么要闭眼睛？takhan a mi cakai asaan。各位同学，你看，futak 是闭眼睛，米扎盖是买东西。为什么闭眼睛买东西？阿美族为什么 futak 看阿米扎盖阿萨安？Alman kita mafana ay hal. Ari soalan hari futak sana阿米扎盖，uman sana aswan mato asai kuni。这是老人家大人说的话，闭着眼睛买东西。如果你直接翻译闭着眼睛买东西，随便买哦，随便买就闭着眼睛买东西吗？这不是哈，哎，那什么意思呢？阿里，哎，高秋兰也是耆老给所有，高秋兰，多么都ku mama tu kisman sanai futak hananai futak han ami micakai ami aca asaan。好，如果说这句话没有人开口来说哈，福达卡说就是尽力买呀，一定要想办法买，没有钱也要想办法买啦，福达卡那米扎盖你就买到了，想办法要把它买，一定要把它买下来，真的很可惜，福达卡那米扎盖是我们阿塞那个东西值得买。再贵也要把它买下来的。福达卡那米扎盖是我们阿塞号，你看。这就是我们阿美族的话跟中文没办法直接翻译。好，接下来我在点名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名字哈，小朋友的名字哦。我叫福多拉萨安。我吉拉兰嘎古，吉拉高嘎古，吉发富嘎古山，这些都在我们我们的名字里面会出现这些字。但是如果你要说把它翻成中文就不好听，你不用翻成我叫福豆就福豆啦，你不要把它翻译成中文。福豆在我们阿美族来说不是不好听，就是一个勇士嘛，起福多来，勇士啊，起福多来。乌拉兰马路就是拉兰呐，乌拉高是垃圾，当时的父母亲为什么给他起垃圾呢？平地人也有啊，也有这种想法。如果说这个孩子，哎呦，好像体弱多病啊，就起一个很怪的名字。
结果呢，这个孩子长得很好。我们也有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吼，叫法夫语，你看也有叫法夫语的，我们听起来也不会很刺耳，但是你不要翻成中文啊，老师，不要我都教我同学法夫语。有同学法夫语吼，对呀，也有叫法夫语的。好，这就是我们族群的不同，所以很多的话语的解释方法就不太一样。好，昨天是什么日子啊？Uma Najila Arumiat。世界母语日。首先他那第一tadi。Arumiat no soal no ina i polong no akal。matamato Arumiat 日子 no soal 语言，谁的语言 no ina 我们的母语。波隆诺哈嘎全世界，就是说世界母语日还那几啦号，我努米达有母语beginningan arumiat ina cila ira aku pipi kasaopo apakaulah tu malu kai irai ku lah cin tayala nirani pasifana tu suan numita号，我们要拍手给他们鼓励号，你也可以，我们现在开始写主语南南比达号。现在我们还没进入后，我们先从这些地方，我们来先做一些认识。昨天是一个真的是世界母语日。Urumiat no suanum ina ibulong no hakad saan。好 ，Urumiat no suanum ina 我们的母语日在全世界ibulong no hakad saan。好，那昨天的颁奖典礼在做什么颁奖？来，刚刚有人会念哈。原住民族语言复振颁奖典礼，还首先他在的同学不会念的话，注意我们等一下会反复的念反复的念不要紧张。我们时间我们没有什么进度，我们讲到哪里学到哪里，我们没有进度，所以慢慢来不要紧张。我们也不用考试。但是我一个要求说，等一下我们开始进入的时候，请你准备一本笔记本，自己写的，以后自己看得懂，所以最好有一个笔记本等一下，好，这个叫做昨天的原住民族语言复振颁奖典礼，颁奖典礼在花莲，好像在哪一个饭店好，我来念Bipa Hofi An 给奖励。给奖励，都保罗发萨赖就是推行复振语言都苏阿诺原住民族，那个要直接翻译原住民族就直接原住民族，但是你不要念原住民族，你直接说原住民族就好了，不要怪腔怪调你不要说原住民族，你直接就说原住民族沙欧布。这样一个聚会昨天是颁发那个对语言复振有功的这些人给个颁奖典礼，颁奖比巴侯菲安好，有些地方如果不是很正确其他在现场在线上的一些老师长辈爱给说帮你好什么比利奥努米达kalau di saya tak itu ni hao kakak itu你把你在好。这就是今天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为什么要学族语，在日常生活当中才可以学习，因为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以前语言可以在家里学习，可是现在的社会，年轻的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在家里给孩子一个学习语言阿美族语言的环境，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来营造学习语言的那个环境好，我们来正式开始了，从最简单开始。我们从最简单开始咯。你准备笔记本了没？好，有没有准备笔记本？好，我们先从一些生活当中很简单的句子我们说，哎呀。妈妈，哎呀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句子，哎呀，在口头里面，
哎呀是什么意思哈？通常都是不太好。哎呀，这妈妈完蛋了，完蛋了，就是哎呀，这样我们才会有这种意思哈，才会。哦，这个哎呀，就是平常我们口语化里面的，通常都是不是很好，完蛋了，完蛋了。哎呀，比如说要去抓什么东西，哎呀，马萨布劳，马萨布劳就是松掉了。哦，你去打猎，结果呢猎物松掉了，哎呀，马萨布劳啊，这给那马达格莱山，或是那你福丁安山，哎呀，通常都比较不是很好的。我们口头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话，叫哎呀这样，哎呀这样。嗨，这是蛮简单的。通常，哎呀，masa pulau aja kita mama lu kata fu saan，就说，哎呀，本来是我家的女婿了，现在，哎呀，没有了啦。哎呀，这通常是完了，这都是我们口语化里面常说的哦。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阿飞，阿飞也是一种惊叹号。阿飞讲阿飞，表示说好厉害呀、好多、哦。阿飞看到人家抓了很多鱼，我们说阿飞，这是很惊奇、很惊讶，那么多或是那么厉害，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阿飞撒讲阿飞撒，看到人家的东西非常的多，我们会有这样的口语，很惊讶的或是很惊叹的。还叫阿法萨，有一点很羡慕。我有时候我们说好羡慕阿法萨。好，这是第2句。好，第3句，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很多这样的句子。哎，我大讲，哎，WTATA 延长音，我大，那个 A 是拉长音。那个点，那2个点是拉长音。我们说拉长音就是加强它的语气哈，拉长音，我大，我大。通常有些时候不是赞美人家，有一点点损别人的感觉。这个我大，哦，有一点损别人的感觉，我大的感觉。哦，我大，有点讽刺，有点惊讶，那么厉害。比如说那个人呢、很爱现，很爱现。我ada misal aku saan misal aku saan 很爱现的人，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口气，那么爱现，这是我们在口语放里面说我大这样，是aku saan 这样，那么爱现，或者是我大傻，也有很惊讶他的表现，我大傻，可是也并不说很欣赏，有一点点数别人的话语的感觉啊，这是我们口语里面常说的话啊，我大呢。好，接下去第4个一样哦，那个延长音在第2个啊的后，哇大傻，哇大，哇大手。我不得了啊！哇，大姑那么神，很不得了，这也是非常佩服的口气啊！哇，大不得了的感觉，哇大，我们说哇大是好不得了，哇大姑那么神，都是很羡慕、很佩服的感觉。这样的口气就是很羡慕、很佩服，就会有这种哇大，哇大。好，接下去。这些都比较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那个惊叹的话语哈，感叹的话语，我们从这些简单的开始练习哦。好，第5个呢，呀撒，呀，这都是老人的口气哦，呀撒，这很乡土的、很本土的话，呀撒。那么什么安？哎，为什么发生这事情呢？呀撒，很惊讶。非常的惊奇，发生的是呀，那么什么案这样是怎么样呢？这是非常的好奇啊，
很新奇啊，说哇呀伊萨，那么什么安是怎么样呢？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话呀，很简单呀伊萨。好，接下去我们中文就来，请，来，请，走，还没走怎么说呢？哒哒，走了，哒哒，还有呢，哒，哎，请呢，就还有跟中文的请字是一样的啊，跟中文的请字一样啊，跟中文的请字一样，哒这样，哒，就是请啊，请，走，哒，都是我们请的中文的请字是相同的哈。好，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的简单的这个感叹的话语。那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啊？比较接近中文的哪一句话？好，第7个，哇，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很自然哦，连小孩子也会说这句话，因为大人也会很自然就说出这句话来。我来念给大家，安那个，什么叫做安那个？哦，很痛。对，很痛，对呀、大人就按那个讲，就是很自然，我不用教，很自然就学会按那个讲。按那个讲，按那个讲，很痛啦讲。还有一个按那个，还有会按那个，他会后面接一个东西，比如说他腰很痛啊，按那个跟那他什么腰怎么说呢？他比如说脚啊走路迷昏，比如说踢到石头啊，那个跟我哎呀哥，还有老人家膝盖比较不好，走路会痛。那个跟那都说是膝盖，就那个跟那个那个都是很痛的意思哦，很痛。我们在不小心碰到什么都很痛的那个，其实很自然的口语哈。好，接下去，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哦，都很简单。好，接下去我怎么一声，很口语化，is 阿声，有的地方叫 is， 有的部落叫阿声。is 跟 us 什么意思啊？有感觉到哦，好脏哦，哎，好脏哦，这 is 啊 us 啊，有那种感觉到脏的感觉。好脏啊！为什么？怎么说？比如说有一个我们在乡下会碰到的，常碰到是什么呢？那个喝酒醉的啦，喝了酒以后就在路边啊，那就躺下去了，全身都脏兮兮的。如果你把他，哎呀，这个那么脏，就把他带到家里，那后续家里的人说，is， 你们安不带你恩大罗马跟他马拉桑埃讲 is。有一点很嫌弃嫌弃的感觉，感觉好恶心呐、也觉得好肮脏啊！这个喝酒醉的人在路边躺了，你还带回家，你就会很自然就会有 is 这个意思在里面。is 你们按不达鲁马安金呐，马拉桑埃是喝酒醉就会有 is 这个感觉。us 也是一样 ，is 跟 us 都差不多，都有这种。还有加强语气的也有啊。那个小朋友很爱玩狗啊，我们小时候也是爱玩狗。有些小朋友看到一个狗，没人要的狗，就把它带回来。可是那只狗呢，全身都是那个皮肤病，你还带回家，妈妈就连续3个连续3个你们把大罗马安吉娜，为什么带回家？你们把大罗马安吉娜那个。什么样的狗呢？皮肤病叫马古迪森，我们那里称皮肤病的狗叫马古迪森。马古迪森。有在这里吗？哎，你们把大罗马 is， 你们把大罗马安吉娜马古迪森，马古迪在阿瓦住森，我们的皮肤病叫马古迪森，就是 is， 连续3个 is 表示非常的讨厌啊。
这个口气。好，第9，也有在口语里面的小孩子常常说的话，这样，很不愿意做着，很不愿意做，才不要做了。好，如果叫他去那边拿一个东西来，他就不要了，这意思就会有很自然就说着这样，这样 ，ox， 这样。不愿意做，就会前面会加这个字，心不甘情不愿。好，还有第10很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叹的话语来，这个也是小孩子口里面常听到的，加加也是一样，叫他搬东西，去拿一下我那什么东西，小孩子这样，是真的去拿了，但是不是很心甘情愿的拿，才会发出的声音，进来哈，到那边安给人拿，嘎水把带你就是没有很甘心情愿去拿着的感觉。好。第11这也是一样，更讨厌，当刀，不愿意，很讨厌的，这样，都是讨厌的意思。只有一个简单的个感叹号，就感觉到他这个人是讨厌的，第12叫恼，它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恼，为什么？才会有恼？为什么？比如说闹阿扎这个带你，闹阿扎这个带你，闹阿扎基数，这个闹阿扎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怎么啦？你为什么不来了呢？闹阿扎这个带你基数，这个闹阿扎，它的意义就是为什么？为什么的意思啊？为什么啊？很简单的，为什么叫 now？ 好，接下来，大人常常看到小孩子在走路，刚刚学走路的小孩，快倒下去了，会出现，妈妈就是安娜这样。第13呢，安娜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的意思就是小心，小心，安娜这样，安娜，小心，这是我们的口语化，安娜，小心哦，安娜。好，这是我们很常用的安娜这个字，就是小心的意思哦。好，第14。连续那个啦，伊拉拉，这口语化伊拉拉，在生活当中伊拉拉是什么？活该啦，这样，伊拉拉，你看吧，伊拉拉，你活该啊，你看吧，不听我的话，伊拉拉就不等于这样，伊拉拉就不等于嘛多了多，这样，你看不听话跌倒了，这样才会这一句话叫伊拉拉，这样，就是活该。你不听话，活该！你看吧，这是中文相对的字是这样。伊拉拉的意思是活该啊，活该！你看吧，发生的事情。还有下面这个也是一样，喊你妈也是一样的，也是活该的意思。你看，喊你妈自己找的麻烦啊，活该自己找的麻烦，我们才会说喊你妈这个感叹的号，喊你妈。Agak daerahan daeraan， 你看，叫你不要骑摩托车，你还不会骑，你还偏偏要骑，你看跌倒了，这样喊你妈。
自己找的麻烦，喊你妈就活该自己找的麻烦。好，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不是只有这一点点，我们日常生活很多这种感叹号、感叹的话、感叹的词，从这个感叹词就可以了解到他的心意，他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今天先谈这几个14个感叹的语词，来了解这个感叹词的话语的意义是什么哈。好，喝一口水。我们等一下再看中文翻成母语要怎么翻，我们等一下要一起讨论哦。好，我们先喝口水。对，好，喝了水了吗？上完厕所了没？请多多指教。多多指教。我看了这里有我欢迎光临，那么难，现场要请函。本子看那一本。Ini sanay nila. Sige Ime. Hey, Ay, minanom to Ay. kamo? Minanom anong to? 哎，江伯利有没有听懂？江伯利听懂了啦。听懂哦，又厉害哦。你阿公有没有在旁边？啊，他在睡觉。睡觉。对啊。哦，你阿公就已经很厉害了。有些同学没有赶上的，没有抄到的，没关系啊。因为这个会有录影，在你在那个 YouTube 里面就可以再看一次哈。好，我们继续哈，今天进入到句子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实用的话，你要怎么说？我们常常在请多多指教这样。
哎，你用阿弥陀佛怎么表示？请多多指教。那请多多指教是怎么说啊？嗨，来今晚你来麻烦我信息。嗨，请多多指教asaku tamdao imahan mita。你是班长，请多多指教。就是说我们有些地方还不是做得很好了哦。Era kata tutong nunyam, era ko cek kata tutong nunyam, era ko cek kata tutong, 请多多指教，再来努米达。还有呢，请多多指教，要写哦。还有没有人先说，请多多指教？玛哈努米达达玛达多动比较接近这个中文，请多多指教，比较接近中文。老师是要写在资讯栏里面吗？对，写在资讯栏里面，在那个右边的框框里面哈，来试试看，请多多指教。如果你会写的人，你试试看，我们可以做参考。你先写写看，如果不会的，等一下用口头说啊。你会的，你会写拼音的，你可以在这个资讯栏里面资讯栏这边空格里面打上去，然后我们一起看看，然后我们互相交换意见，哪一个比较接近，请多多指教。如果你不会写，也可以等一下用口头说也可以。麻烦那个时候第二份的资讯栏号，那马拉努尼亚，那马拉里在给大家听呢，一定有人写咯。哦。好，敏中写咯。他写什么？来，mi ham ham kami to nika tai ni no miso。哦，对呀，他们来了，我们当然要欢迎他来。mi ham ham 期待欢迎都在这里面哦，请多多指教，欢迎光临，都是连带的句子，都一样。这 mi ham ham kami to nika tai ni no miso。我们在那个在现场的时候也都会说欢迎光临，我们很期待你们来，我们哈姆就是那个欢迎的意思，或期待你们来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米哈姆你个呆腻是来到，努米说努米说。好，改造也写了。改造你念一遍那个字怎么拼 ？B 巴分利什么？多一个，我写的多多指教。B 巴分利 ，B 巴分。比巴分利多一个 F 号，要照你的多一个 F 的比巴分利呢？对，像比巴分利比巴分利故阿迪海比巴扎 of 一首，我写多多指教。比巴分利是给。故阿迪还很多比巴扎 of 一首，
Ibaja'of 是回应，Ibaja'of 是回应，你说你的回应，是吗？Ibaja'of 你的回应，可以这样写吗？我好像听不太清，不太懂。中文就是说，给你的那个很多回应，这样给你就是多多多的指教。很勇写的有写不错了，有写了这行，我们在讨论怎么样写的会更接近这个，请多多指教。那个现在那个闽中写的那个就是都是通用，连欢迎光临也是一样。但是我说，请多多指教，在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常常会讲这句话，请多多指教。两队在打球的时候，双方两方都会说，请多多指教。我们会有讲这客套的话。那用母语法，用阿美族话怎么说会比较接近这个？请多多指教。指教是指导嘛？指教指导，如果是指导是巴西番纳。或是说对，指导我们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就指导我们。客气是什么？改的，改的巴西番纳达米安，改的巴西番纳达关。不要吝啬教导我，不要吝啬教导我，就多多指导我。不要吝啬教导我，是改的巴西番纳达关。这样可以吗？汪老师有写了，来，Pak inian kako hausa kami itu pangcalai aharateng. Pak inian kako hausa kami itu pangcalai aharateng 也可以。kami kako 我或是我们好的建议，好的想法都可以，给我们好的建议，给我们是 Baflian 是给我或是给我们好的想法，或是好的想法，哈拉登或是办法，也都对。还有没有？好，因为这个在生活当中很难直接用我们的母语来表达。现在我们的汪处长已经写了是 Baflian 是给我或是给我们kami。什么东西给我们好的？有什么好的办法啦？好的想法啦？哈拉登是想法或是办法。给我们一些好的办法的想法，就是你都指导我们是一样，也很接近，接近。好，可以我们看参考这个汪处长这个号Painian kako或是Painian kami to pangcalai aharateng。如果加惊叹号呢？我们说 Paflian kami to pangcalai aharateng 好。如果加惊叹号的好，有一种请求的意思请求加一个好。Painian kako Painian kami to pangcalai aharateng 好。有一点请求人家有惊叹号。好，可以参考我们汪处长这句话就很接近我们，请多多指教。还有刚刚那个，这个谁在豆豆？该怎么？闽中写的也不错就是讲到欢迎光临这句话。Miham kami to Dikataini Numiso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在那个7点47分那个部分，黄敏中写的这个欢迎光临，欢迎光临。Miham 就是欢迎 ，Miham kami to Dikataini Numiso 就叫做欢迎光临。
好，我们已经有人写了，我们就可以同学做参考哈。好，你就可以把它抄下来。好，欢迎光临呢。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来到我们亲眼看到他来了，就说嗨，印尼都干么好，印娜这样，我们会讲你们来了这样，印尼都干么好，印娜，或者长辈印尼都干么好，法基这样，就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种情形，就是欢迎欢迎光临印尼都干么印娜，印尼都干么法基这样，印尼都这样，印尼都。好，欢迎光临。Ini tu kamu，我们会说 Ini tu kamu，Ini tu kamu afaki， 长辈们都叫都是叔叔伯伯那个舅舅叔叔，我们的法基，婶婶阿姨的法医如果是跟你阿公阿嬷同年龄的，我们通通都叫他阿公阿嬷都是阿公阿嬷，我们都是一样的尊敬他们，都是我们。同年纪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跟你爸爸一样，我说当年这个妈妈，当年这个伊娜，虽然不是你的爸爸、你妈妈，我们都是这样的称呼我们把他当着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的尊敬。好，欢迎光临已经讲完了，我们接下来接下来好，这个我们比赛的时候常常有的，我们都有口头加油加油加油。如果请你用阿美族话怎么样说加油？加油加油！那我们阿美族怎么说？你说写看第3题，加油加油！你会写什么？你写看。好，廖进才，你写看。乜嘢？你写看，加油加油，马古豆帮在。晒出人，晒出人，晒出人，拿佢的手晒出人哦，对呀，晒出人。晒出人，晒出人，晒出人，韩人，对你这已经很有力了，有加很多油，晒出这是力量，晒出人好，刚刚我们那个理事长高理事长讲的晒责任就是出力的意思，要出力给力给力量给力量，出力的晒责任会不会拼音晒责任？同学会不会拼？会写的请在那个讯息栏写上去，看让他学生看来抄怎么写看怎么写晒责任怎么写？晒责任。好，有了吗？好，有了吗？哦，有喽。刚刚那个7:55分那个部分，那个我们的汪处长写的关于欢迎光临的句子我念一下，免得等一下漏掉。大大，好几行。好，我来先从55那个看看Tada mi ham kami to katai ni no miso 或是 no namo。第二句 Ada mi ham 还是 Tada 是一个 T 吗 ？Tada mi ham 这个 T 是一个。那个前面几句写错了现在要更正那个部分。7:57分那个叫对 Tada mi ham kami to katai ni no miso 或者是 no namo， 对呀，非常的这个大大是非常的特别的欢迎大大或是非常或是特别的欢迎你们，或是欢迎你的来到这个计划非常的很诚恳好，同学看一下7:57分这个汪处长写的这句话说欢迎光临的这句意义。好，钟明在写，我看念一下7:57。Ini tu kamu Ina Mama Faki Fai， 就是刚刚我说在现场的时候会讲这句话你在现场等他们来的时候，你会说这句话。
ini to kamu 啊，你们来了，谁呢？有 ina 或是妈妈，或是 faki 或是 fai 啊，这也都是在现场我们会说的话。好，7点58，我们的汪处长又写了一句，还有更正了哈。Tada mi ham kami to katai ni no miso no namo， 跟前面有一些不同哈。好，Tada 哪里？ Isono kata ini tuh kamu ham 好，对了，一样哈。好，7点58，那个谁的沙A 责任，我们现在那个咽喉音要放在一的前面还是后面呢？沙 A 责任，我们通常习惯在7点58的两个沙 A 责任那个 A 的上方比较恰当位置哦。沙 A 责任啊，沙 A 责任，汉娜写的对哦，沙 A 责任那个 A 在前面的那个叫做咽喉音。咽喉音在 A 的上方。好，美玲写的沙 A 责任对，正确了。好，学生沙 A 责任把这里 N 我又更加强了，把这里 N 沙 A 责任又加了一句把这里 N。好。下面是高理事长写的，你还签到，我要你写出沙 A 责任怎么写，你还签到。哦，要写的。我要你写沙 A 责任。哦，这样啊。不是叫你签到。哦。好，依兰写的沙 A 责任把这里 N。好，依兰你少了一些的咽喉音哦。咽喉音沙，收到，我知道了。知道了哈，好，修正过来哈。好，沙 A 责任对，连续2次加。也有人说白责任出力啊，拿出力量的白责任，拿出力白责任干么？你们要拿出力量，白责任干么？出力就是白责任干么？白责任干么？是你给人家力量，白责任干么？招白责任干么？好，白责任干么在这个家友里面比较不是这样说，在另外一个场合是白责任出力一点呐、啊。所以说你要做什么事，出点力量，白责任。老师，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甩责任是当下群众的一定是很盲目的了，他根本没有听到说你白责任给说是给你啥是我们的前缀词的创造，还有改变这个状态嘛。所以当下大家只有听到那个甩责任神。如果说你摆责任已经来不及了，那个时候人家怎么会听得到呢？所以我个人以为只有甩责任，因为杀是前缀词嘛，这是改变创造的一个状态。谢谢。好，谢谢高理事长的补充，真的是看情境来说哈。我看我们汪处长说，赛跑的时候可以说哈奇盖恩，就是跑快一点呐、啊，哈奇盖恩，这样讲，跑快一点。
哈吉盖燕也是对啊，哈吉盖燕是跑快一点，哈吉盖燕啊，对，跑快一点。赛跑的时候，我们说跑快一点是哈吉盖燕。好，同学，如果你不是很会的话，现在可以看他们手写的哈，哈吉盖燕。赛跑的时候，对呀、赛跑的时候，我们说哈吉盖燕是加快速度哦，加快速度，我们才会说哈吉盖燕。好，还有没有别的？大概我们这些都可以通了。哈吉盖燕、骰子人、百子人也都对了，百子人。出一点力量呢，不然呢，85比赛绕不起来了。用点力哦。好，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好，下一句第4句哦。我们说，哎呦，你好厉害哦，你好厉害！阿美族怎么讲是好厉害，好厉害哦，你好厉害！我们在鼓励小孩子的时候，哦，你好厉害哦，喊他古娃娃，长龙班上喊他们说好厉害嘛，喊他古娃娃，你好厉害。好，会写的写写看哈。那我们不会写的看一下大家啊，会写的你不会的话，你现在顺便写写看啊，抄下来，好厉害！我们在比赛的当中，尤其是鼓励小孩子哦，你好厉害哦，你好棒哦，这样，来。哦，阿 Fine 的刚刚的惊叹号，好，阿 Fine。通常羡慕人家好多才会阿 Fine 这样。好，下面有人写了哈，来，我们很快很多人写了。我们先看那个婉倩吗？好，婉倩写的哇大。哦，他在讲哇大，就是跟那个前面的惊叹号的部分哈，哇大个方在技术，哇，好羡慕啊，佩服哦。方赞，很美好，非常好，你非常好，你很棒。哇大个方在技术，你很棒啊，你很那个方赞很多种仿赞法，你漂亮也是仿赞啊。你很棒也是仿赞，好，我大个仿赞技术，好，雅文，阿拉希技术，雅文这里你的阿拉希，这阿拉希哪一个部落会用阿拉希这句话？你是哪一个部落？我是那个美山小港哦，美山小港马拉翁哦，这样子叫阿拉希，也就是他的意思是，再说一遍，了不起啊，了不起哦，了不起，阿拉希基苏，阿拉希基苏，我第一次听过呢，谢谢你哈，阿拉希基苏，你很了不起哦，阿拉希，你看我们的语言非常丰富哈。有些地方的语言有些不同，阿拉希了不起，还汉娜写了，你好有力量啊 ！Gimmer 技术 ，Gimmer 技术，是不是这个 Gimmer 这个地方是少一个符号？是不是要写那喉舌音哈 ？Gimmer 这样
mer， 的后面是不是要加一个喉舌音会？ mer， 你好有力啊 mer 给说你好有力啊，是不是那个韩娜？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对，但是它有需要喉舌音吗？你比如，如果你不加了 gimer 还有 gimer 给说， mer 那就要加咯 gimer 那个你就要加，你刚刚念出来就是要加，如果不加的所以变成 gimer 而已哦。所以会变成你要 g 的话，就要加后面加喉舌音，那个眉毛 gimer 不是逗点哦，是眉毛。有甲老嘎捞台嘎捞，好，高进来写的仿照了，仿照，好厉害，好厉害，这仿照，仿照，哎，仿照就是好厉害哦，是吗？棒棒赞赞赞，赞，仿照，还有一个这给说啊，这跟那个一样哦，有冒号，对，它中间也有冒号啊，才会拉长。那是 a 的声音还是加连长音嘛？哎，你要加延长音。对，这给说，这给说你要加的话，这给说哦，这给说，那加延长音，那个音也要变成 吗？加那个咽喉音要，一定要哎，因为咽喉要重音嘛。哎呀，然后再加延长音这里说你打打看。好，我们看那个美玲的哈，麻烦那给说，哇，你好棒，你很会哦，麻烦那给说啊，麻烦那，对了，那个那后面加那个咽喉音很好，正确的。这个也不错，这个很有力。对，麻烦那给说，哦，你好聪明也是麻烦那哦。好，我们看春梅。Itahi tokiso， 啊，春梅，你这itahi的意义是什么？春梅有没有听到？高春梅，哎，你很行这样。你很行哦，itahi。对，应该是itahi的。我刚刚看到林明德的有多加了个 ay， 应该他的比较准。itahi， 对，应该是这样。看正确的给我们看，就是你比较。林明德那个是对的。哦，好，林明德下面这个itahi，哦，那个 a 啊，多一个 i 后，你的那个多一个。啊，我的少了，他的是对的，itahi。都给收好，好，林远还是林明德先生，itahi，你再说一次，你念整句话念一下。林明德，你整句话念给我们听一下。好，汪秋写的哈，你好厉害，我大技术，一个技术哦，这个一个也常听到的哈，跟他们干技术，跟他们干好值得佩服的人哦，你值得佩服，跟他们干技术值得佩服的，你值得佩服，跟他们干啊，值得佩服的，一个技术也是你很棒，我大技术也是你好厉害。好，这都是一些的鼓励的话，都是一些鼓励的话，都很正确。啊，书写你写的是
Sanga ayai kisu， Sanga ayai kisu， 你是最好的。Sanga ayai，Sanga ayai， 沙就是最好的意思，加强以Sanga ayai kisu， 你是最好的，也是可以啊。以Sanga ayai kisu， 你最棒，也可以Sanga ayai kisu， 你是最好的。好，要理事长先，是这里说对吼，那个有拉长音，还有加上咽喉音，这里说你很有力哦，加了拉长音就加强语句子非常有力量啊，你还非常有力量，这里说。好，下面刚刚出现一个 gamer 哈，也是你很有能耐哦 ，gamer 的手游哦，你好有能耐哦 ，gamer 哦 ，gamer 好，那写的。那个 gamer 跟 gamer 是一样的意思，他把那个弱化的把它写出来，写出来 gamer 跟 gamer 也就是弱化的 gamer。婉倩。哦，好，我们跟那个韩娜跟婉倩这个来比比看，哪一个在比较适当的位置？那个嘎捞的位置哪一个比较适当？韩娜跟婉倩。我的错了。应该是 gamer， 所以它的嘎捞应该会是在 I 的后面。对吼 gamer 对。好。好，请问 idahiyai 还是 idahiyai？ 好，刚刚林明德写的是没有咽喉音哪一个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地方语言这哪一个部落的这个 idahiyai？ 因为我没听过这 idahiyai 请如果加那个咽喉音的idahiyai，如果不加着就是 idahiyai 而已 ，idahiyai 跟 idahiyai 哪一个是比较正确的？因为我没听过这样的一句这个 idahiyai 讲idahiyai 这个部落语言。刚刚想说是哪一个部落才会有这样的一句话？你在安尼罗跟那idahiyai是哪？没有，应该没有，可以查一下字典啊。有啊，我妈妈就会说 idahi。加吗？要加还是不加？我们那边是说 idahi kisu。idahi kisu 那个哒加长一气哦。对 idahi kisu。那就的后面加延长音 idahi kisu 那个就不加那个咽喉音哦。我不加咽喉音的 ida， 那个的后面加2点哦 idahi kisu。那个在延长音在这里，在那个的后面。好，masa na ko imirana idahi kisu。什么意思？你说，帮我们解释一下 idahi kisu。有点像那个你很了不起哦。刚刚讲的了不起就是这个，很了不起。对，可是它是也是厉害的意思吗？比较正面的 idahi。比较正面的啊。对。它有点像是那种还不错，还 OK 的那种感觉。
不错，对，对，反正都是鼓励人家的话了哈，都是鼓励啊。这边是长音在这里，来，婉倩又重写了，伊达喜爱吉说，好，你好了不起哦，我加油，继续努力哦，你了不起，不错，你继续努力哦，有一种鼓励的话，好，也就是说有人帮忙写，还好啦，稍好了，稍强，略胜一筹啊，都是还不错的意思，还很强，还赢人家了，这个厉害出现了好几种说法吼，给门下一节还说你很棒，sang ayai kiso sang ayai kiso，kamu kan kiso iki kiso iki kiso，我大kiso，这都是赞美别人的话，鼓励的话哈。好，接下来这个第5个，有一些的那个再见，有人说不是的，我们没有再见啊。我们现在已经加了一个再见，现在课本里面哦，我们的9阶教法教材里面有再见，修姑兰叫做阿拉尤这样，可是这个阿拉尤哪里来的？阿拉尤，现在我们9阶教材再见叫阿拉尤，那有些部落说不是阿拉尤哦，好像我听过，现在用也是阿拉尤。常常听到阿拉尤，就是我们课本里面有的9阶教材其实还有不一样的那个再见呢。哪一个部落有再见这个词？伊拉都，伊在尼亚拉伊拉个再见，什么说？因为我小时候也没听过再见这个字，是阿拉尤，后来在9阶教材里面才会有阿拉尤的这个再见的意思。有的部落有再见的吗？帮忙提供一下。有人哦？好，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写哈。好，有。现在就是婉清写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嘛，我们小时候听到的话。婉清你写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听到的话，就说我们不是说naon hato kurakat，naon hato kurakat。可是没有咽喉音啊，那 on 这样哦。婉清那个是不是那个 o 不要加那个那 o 叫 o 的声音呢？那 on 这样哦，那 on 哦这样。你看那这个能接得下去，那 on ko rakat numiso， 那 onen ko rakat numiso， 你要走路小心你要请慢走的，中文应该是请慢走。请慢走就naonen kurakat numiso， 请慢走。还有学生也写了 ，hadira sa hadira hanto， hadira hanto， hadira hanto。哈迪拉罕多也就是再见的意思吗？哈迪拉罕多就这样子这样就这样子。哈迪拉罕多，哈迪拉，男女分离了。哈迪拉罕多就这样就这样那个了还是了哈？哈迪拉，这个话也是很合理了。哈迪拉还是哈迪拉？哈迪拉对大人就是说，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的关系到这里啊，不是关系了，我们就聊天到这里好了，我们聊天到此为止。
我们聊到这里就好了。哈迪拉罕，我的意思说拉还是拉？哈迪拉罕。那个对，拉哈好，那个学生，那个这句话也是对了。然后那个 L 那里改为那个的声音。哈迪拉很多啊，就是我们就聊到现在就聊到这里了，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哈迪拉很多，不错啊，这个也是看情境了。也会了，分手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这里，不要再讲了啦。哈迪拉很多，也对啊。哈迪拉，哈迪拉很多啊。哎。春梅有写一个字啊，还要读个歌，还要读个歌，哎，老刘读kamu，哎，对啦，我先走，我们就先离开哦，好，我先离开，我先离开了，这中文就很简单，我先离开了，就这样。可是阿美族可能要变这么长。还要读个歌，哪里问读kamu？哪里问读kamu？Arayom，再见。Arayom。Arayom。哎，对。Arayom。有听过了。对 ，Arayom。Agrai，嗨，Agrayom，我也多练习那个日哦。好，那个出面写的就是一般我们常听到的，哎要多嘎哥，哪里有多嘎么这样。我先走哈，我先离开哈，先离开你们哦，这样。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话。或者很简单，我们先走了。Melias to kami hao， 这样 ，Melias to kami hao， 我们离开了哦。Melias to kami hao， 这样就代表再见哦。Melias to kami，Melias 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哦。那 Melias to kami hao， 这样那要欢送的人要怎么说呢？就是刚说 naon hanto kurakat， 这样原地不走的，就说 naon hanto kurakat。naon hanto kurakat， 离开的人说 Melias to kami hao， milariwan to kamu， 这样。我说 Melias to kami， 我们要离开了我们要离开了 Melias to kami， 原地欢送的人说 naon hanto kurakat， 这样。naon hanto kurakat， 请慢走，国语叫请慢走 naon hanto kurakat。 好。Arayom 就对了，英美写的叫 Arayom， 对，这个Arayom 好。我看还有谁写的民众也写了 naon hanto kurakat， naon hanto kurakat， 对了。那刚刚讲到那个 naon 还是 naon 就好了，要不要加咽喉音呢？的声音要吗？这课本里面没有写。naon hanto kurakat， naon hanto kurakat， 请慢。阿里基恩minukai， 阿里根是快走。阿里基恩minukai， 阿里基恩有对吗？你们那个海岸的叫阿里基恩是快吗？阿里基恩minukai， 快点回家，是不是卡照？好像我们是哈里嘎登哦，好像。哈里嘎登，哈拉嘎登，哈拉嘎登走快一点哦，哈拉嘎登走快一点哦，哈拉嘎登minukai的。走快一点，回家走快一点哦，哈拉嘎登。可是你写的阿里基恩也是快哦。我记得阿里基恩是哈里基恩吗？哈里基恩，海岸的叫哈里基恩。哈里基恩吗？还要加前面h 哦，哈里基恩，也就是说，是不是要快的意思？
是快走吼，快走的早意思。点回家的意思了。快一点的。快点回家，不要逗留哦，不要在中间又加油站又停下来。哈里基恩啊，米努盖啊，再加一个 H 哦，改造。他们提出建议，就是说大概是这样哦。哈里基恩。OK， 谢谢。係。有咽喉音吼哦，好。刚刚修正一下，那on那个民众，那 on 的 o 加咽喉音，因为课本里面有点着 o 的声音，那 on 很多，那 on 很多啊，民众那个地方要加 o 的声音。好，现在民众又写了一句咯，daerah Dohau kami, Milias to kami, Uli to kau, daerah Dohau kami, daerah Dohau kami， 什么情形之下就说 daerah Dohau kami？ daerah。民众认为 daerah Dohau kami 原来的意义，你的原来的想法是什么？民众 daerah Dohau kami 是哪一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接不起来。Milias to kami 可以，我们离开了。Uli to hau 啊，你们就走吧。Uli to uli li 对 Uli to hau 啊，那请走吧。Milias 离开啊，就是你第一句 daerah Dohau kami 讲，你是不是那个 daerah 是不是另外还有别的意义？好，民众，你是 daerah Dohau kami 的一句，你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民众还在现场吗？我们在请教你，你的第一句下面有写了哈。好，那个高出美的对了吼，那 on 汉都古拉嘎对呢，要加咽喉音。好，汪处长写的那 on 都古拉嘎啊，走路真的要小心。巴里猫温都啊带你米沙拉玛哦，对哦，下次抽空再来玩啊，我要。那 onen to korakat palimawan to tay ni misalama 好对 palimawan to palimawan 再找个时间tay ni misalama 来玩miholo 也可以 misalama 也可以 palimawan to 是再抽空tay ni 来这里 misalama 来玩这完整的一个句子哦。同学来写写看哦，当朋友或是长辈离开的时候，你要说这句话。Naonan to korakat， 如果是阿伯Faki， 你说 Naonan to korakat Faki， palimawan to ataini misalama， 对，这句话是非常很感动哦。走了以后，下次再抽空再来我家玩啊。好，这是翁处长写的好婉谦写的说，那 on 有咽喉音，对，咽喉音，你看那 on 对正确哈，那课本也是有那个咽喉音，达玛多，好，婉倩谢谢你啊，在育乐园里面找到这个生活绘画里面的那 on 咽喉音，咽喉舌音，好，改造有修正一句话，哈里基恩。民奴盖，快点回家了走回家要快一点了，哈里基快一点，走快一点回家走快一点，回家走快一点，哈里基恩民奴盖，那个口气，哈里基恩民奴盖，好正确，走回家要走快一点哈里基恩民奴盖，这是改造修正的，好美玲。Miliau satu kita masa araw miliau 是重新重新再来 masa araw 再见，那就简单的说就再见哦。
重新再来再见，重新再见面，这马上Meliau satu kita masa说arau再找个机会再碰面Meliau 是重来 satu kita 我们 masa si arau 见面masa si arau 是见面的就是Meliau 重新再来见面，也就是再见好，理事长高理事长写Ayaw to kami re Arayom 这个 re 是请求我们先回去我们先回去re 这个 re 有点是马太安的口气 re Ayaw to kami re 有请求别人的意思，有请求的意思 re 请求人家说我们可以先走了Arayom 再见 Ayaw to kami re Arayom 再见好，这也是在分手的时候常说的话好这离开者说的话是吗？黄敏忠，你是要讲哪一个？前面前面的Daerah to hau kami Daerah 是去我们就要去咯Daerah to hau kami 我们要去咯要离开的人说的话，我们就要去了可能已经约好到哪个地方见面了，那你们先去，或是你们讲说要到哪里才会说 Daerah to kami hau Daerah to hau kami Daerah to kami hau 你的 hau 在中间你是海岸的Daerah to hau kami 还是南势阿美如果修古兰变成 Daerah to kami hau好，敏忠，谢谢你。好，往下都给大家都很会发表了，越来越厉害。好，这个因为阿美族从来没有说对不起怎么样叫做对不起？我们也常常听得到，怎么样对不起，怎么能没打比对不起？阿美族的对不起是怎么说？什么呢？对不起no后来面你到我帮在马汉大哥对不起。来写写看对不起，你听到大人跟对不起很接近的意思是哪一句话？都讲日本盛崎日本怎么说？圣经也写了Manan Kufana 有，我们看一下圣经刚写的什么字林婉倩说常说听到日文圣经说Manan Kufana Manan Kufana 这对不起 Manan Kufana 还那的呢 Mararau kako 我错了很表白直接说我错了 Mararau kako 也对我错了承认自己的错就代表对不起了承认自己的错也就代表对不起 Manan Kufana 那怎么办呢Manan Kufana 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圣奇？那怎么办呢 ？Manan Kufana 要怎么办？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 Manan Kufana？韩娜说 Mararau kako 我错了我犯错了，也是承认自己的错。出美说 Kamu do antokiso 哎呀，真对。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你很不好意思我都按都给说我对你不好意思也是承认自己的错也是抱歉的意思抱歉
Kemudian to kiso， 很抱歉啊，对不起的意思，也就差不多也达到对不起的意思。好，写圣。Maanan aca， 这也是常听的。Maanan aca， 就是我们阿美族的对不起。Maanan aca， 所以很多种表达对不起哦。Kemudian kiso就是我犯了错，我对你不好意思，或者mararau kaku我犯错了，我做错了，也是代表一种承认自己的错的对不起。好，雅文ka sakanguduan kiso， sakanguduan kiso， 那个kanguduan kiso， 跟那个谁的kanguduan to kiso，kanguduan to kiso。Sakanguduan kiso， sakanguduan kiso， 意思一样。Sakanguduan kiso， 改造写的。Ira kung ngudo ako isuanan， Ira kung ngudo ako isuanan， 我对你有不礼貌。我哪里改造写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是吗？Iraku ngudo aku kisoanan， 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应该是这个意思了。你对他有不礼貌的地方你也是承认你有错的我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请多多包涵。Iraku ngudo aku kisoanan， 可是另外一个是Iraku ngudo是好像有一些带礼物哦。带一个礼物给你，我带个礼物来见你，这样有吼。好，民众写了8点39分，这边写Maanan aca ina妈妈是对象是爸爸或妈妈，老爸对老爸跟妈妈说的一些对不起的话。Maanan aca ina， Maanan aca妈妈。Patalat kako cirarau kako， 后面还有一句通常会这样子。Mana naca ina， mana naca mama， patalat kako cirarau kako， 通通挖出来这些我们常用的一些话。好，李明德写的kanguduan， 那个里面的后面那个咽喉音可以不用，不用的声音。kanguduan to awit 朋友awit 就是朋友kanguduan to awit 真的朋友对不起的意思对你不好意思，对朋友说不好意思。那个明德的后面那个咽喉音可以不用，咽喉音可以不用明德。好，高进才写的大傻想出不出办法才会大傻这样高进才的大傻就是想不出办法才会大傻还是有一件事情卡在心里面。Murarauto 大傻就是怎么会有那件事情呢？怎么会犯了那个错事的 ？Mararauto， 大傻 Mararauto。可是你不是对别人说对不起哦，你还没有跟别人讲才会大傻，怎么办呢？我错了这样。书写写了 Mararauto kaku， 用都嘛 Mararauto kaku 吗？Mararau to kaku， Mararau to kaku。书写有都跟没有都，书写你没有可以加吗？不能加。好像 Mararau kaku， 我直接说我错了。是，如果要表说错了，过去不能加。已经过去犯的错，是吗？我错了
我不知道。你直接我错了就好了，不要好像加了多少是怪怪的。马拉绕嘎咕伊那，马拉绕嘎咕，马拉绕嘎咕，马拉绕嘎咕伊那，不是马拉绕多嘎咕，好像可以不用加，对，不用加会比较顺哦。好好好，谢谢老师。好，美玲。Mamanato, kurasual iso mararao。美玲，你自己念什么意思啊？mararao跟那个 mamanato， 好，我念一次，我刚刚去问我妈的。妈妈那都kurasual isu amararao。mararao 哦，那个老丢了。W 哦，我习惯用 O。O 变成一个，你要念 O 变成 mararao 的哦。哦，了解。那是母音呐，变单独发变 mararao， 应该 W mararao 这样的。应该用 W 对不对 ？W 对才会顺，哎，也对啊。也对啊，你这样写对啦。谢谢老师。那个锅可以分开来，锅是那个，gura suar 才能分开来哦，gura 跟 suar 分开来。我要分开哈。对 ，gura 是那个。好。好。改造另外一句话。Mangudoen aku disuanan 也对啊，我对你很不好意思呢，怎么mangudoen aku disuanan啊？我对你非常不好意思，我对你非常不好意思。mangudoen aku disuanan， 所以我不敢去，因为我对你不好意思，我就不敢去。mangudoen aku disuanan， 所以不敢去。有这样的感觉哦。Mengutuan kaku tisuanan， 你怎么都不来我家？那是mengutuan kaku tisuanan， 因为我对你有怎么样？对不起人家，你有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哦。好，应该是哦，应该是。好，汪处长写了3句，我们来看8点44分这一节。哎呀，kaku。萨利嘎嘎，就兄弟姐妹哈，萨利嘎嘎，哎呀我啊，哎呀嘎姑，amanan ajaku rarau numaku， 哇，这个是忏悔哦。Aku murarawai akatukai falucuan， 嗨，哇，这整句话是非常感动哦，都是各位兄弟姐妹都是了，都是我啦。amanan。urarau numaku， 就是我，因为就是我的错了，都是我的错，哎，都是我的错了啊！就不要一直放在心里啊，不要一直放在心里。他跟他说道歉的话，就是很婉转的说了哈，婉转的一些道歉的话，还请人家多包涵，都改发了砖，多包涵哦。啊，多多包涵。好，处长，谢谢你了。这个短句很好用哦。哦，再者，我再念一遍哦，他这个很感动的一句话。哎呀，kaku sarikaka amananaca ko rarau numako kakoko murarawai akatukai palocoan。啊，不要一直放在心里，就是多多包涵。好，春梅写的 ，awith 不是过量的感叹话呀 ，awith 我以为是朋友呢 ，awith 过度过量的感叹词叫 awith， 哦，过量的感叹词叫 awith， 过量的感叹词 awith。哦，哪里的过度、过量、过度 ？awith
好，春美哪里的？因为你我是在回应那个李明德上面写那个阿威，我刚查了一下，他就是有这个过量的感叹词。哦，感叹词，阿威是感叹词。对他刚刚的那一句话，应该是说实在是非常，好像是非常抱歉的那个意思啦。加阿威，阿威，因为我想我的理解，阿威是朋友。因为我刚查字典是这样写。好。Masa awi在这，因为我们马太有个阿威是这个年龄阶层的阿威。哦，好，谢谢你。来，纯美写的，他回那个苏贤的热度，好像是要故意犯错的样子。你加度对，真纯美帮你查了苏贤。啊，纯美说你加度哈，你就要故意犯错的意思，这样，故意犯错加度，了解，谢谢大家。好，来，闹米写的也对哈，刚刚他说阿威也是同辈同窗对嘛？我说我们那个阿威是那个同年龄的叫阿威啊，你们刚刚讲的是一个过量的那些惊叹号，好。美玲写的妈妈那多乌拉苏阿伊说啊，穆拉绕刚刚讲的哈，刚刚讲的这个对，那个后面那个 UO 改为 W， 这样正确了。对了，谢谢。谢谢。嗨阿威阿卡布，你的高理事长的嗨跟嗨。海维呆啊，搞不什么叫海维呆？就是有一点是谢谢又是不好意思的样子。不好意思，是海维呆哦。这个是一个不是分开，不能分开。不能分开，但是一句话。对。海维呆。海维呆啊，搞不是同伴呐，同辈的。就是说对不起朋友，对不起同学。同学，搞不是很多人哦，不是一个同学对那群人呢说对不起啦。对。还会在，还会在，我记一下，还会在，好。对，还会在啊，还会在啊，就是也是抱歉的意思哦。对，有一点抱歉的。抱歉，好，今天这样大家提出意见，好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呢。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好多可以直接用这样的话来对话，都差不多忘记了。好，我们再一题哈，对不起，完了以后我们再来一个。哎，我真倒霉了，运气不好，是给大运气不好。运气不好，妈，你的运气不好，很倒霉，我运气不好。运气不好嘛，做古米的运气不好，马好古米的运气不好。我也了么？爹过了么？我也了么？我也过了么？哎，我也过了么？没有很好的梦人们运气不好，我也过了么？好，来，春美说awak tukar aku， awak tukar aku。我都什么都没了，我都干过，还是还有呢，高进在说，我爱过了么？了么是那种我们说了么直接单独的话是那个梦嘛，没有好梦，没有好的梦，没有好的运气。我爱过了么？我爱过了么？
就像买那个乐透一样，就是没有中，运气都不好，就中不了。Wa ayai gulamet， 我ayai gulamet， 运气不好。还有谁可以？还有什么运气不好的说法？Awai gulamet， wa ayai gulamet， 依然写的炸。在个方在过了么阿哥，我一直没有好的运气。在个了，那个依然那个在那个不要写咽喉音，那个咽喉音可以不用啊。在个方在过了么阿哥那个好，谢谢。咽喉音还苏贤写了。Tadi hai ko kawas aku ，makawas aku， 对啊，我们也是 makawas aku， 运气很好啊。我们有什么 makawas aku ini matama aku ko 乐透asa makawas aku，kawas 也是一个运气的意思啊。你说 tadi aku kawas aku， 你的神不好，kawas 也是神，他说你的神不好 ，tadi aku kawas aku。你苏贤 tadi aku kawas aku 好像不太顺，不是很适合这样说。我们阿弥陀字典写的。我的鬼不好，你的鬼不好。tadi aku kawas aku， 你的鬼不好，那只是用运气了。我的运气不好，这样。运气怎么讲？运气很多种啊。kawas 也是运气啊。lemah 也是运气啊，好梦啊，所以 kawas 也是运气。kawas 比如说我今天买乐透中奖了，我就说 kawas aku ini， 就是我今天运气很好。这时候的 kawas 就是运气啊。kawas aku ini， 我今天有鬼，我今天有鬼。kawas 是神啊，也是鬼啊。那另外一种解释是运气。Awak kata so awak ai ku kawas i kinatireng， awak ai ku kawas ni 应该是 ninatireng 吧 awak ai ku kawas ninatireng， kata你应该是 awak ai ku kawas ninatireng， 我这个人没有运气啊 ninatireng。 好哦，好，我等一下改，谢谢老师。好汪处长写的。Tadi gulamet， 我对啊，我今天这个梦不好gulamet aku。第二句也可以说，汪处长写好多。Awak ai gulamet aku， 我没有好的梦，也就是没有好的运气。Awak ai kawas aku 一样的，我没有那个运气。kawas 也是运气，也是鬼。Awak ai kawas aku， 我没有运气，我没有好的运气。好，第四句又说在爱嘎去kawas kaku， 我今天没有好的福分啊，去kawas啊。最后第五句什么都买 nuts 的那个去抓鱼的时候就买 nuts 啊，你是什么运气也不好啊？今天抓一条鱼都没有抓到，就买 nuts 啊，把答案买 nuts。Mahinat kako 就是空空的回来了 ，Mahinat 也就是今天运气也不好。这个你看运气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表达都是运气那个汪处长想很多呢，这个可以记下来的处长你写的那么多都是有关于运气，这些都是运气啊。看还有温处长写的那个。Nanay Chilmet to kita. Nanay Anna. Malamat kita natayal tanini, nanay malamat tayo kinatayal. Malamat to kita. Kachilmet to. Malamat din to kutayal. Chilahchi kunitayal nita. 好，改造修改了。我爱国kawas
Nina tireng 啊，对呀、啊，我爱古高哇nira，怎么不是 nira？Nina nira。Nuna tireng， 呢啦，你呢哈，你那tireng，你呢？有没有分开？有没有分开？你那没有分开，没有分开。好好好。那个日改为呢，你那敌人，我这个人呐，我这个人。好，高进才写了，在爱个大妈，ku lemes aku tamak， 在爱个大妈嘛，高进才，在爱个大妈，什么？matamak 还是大妈？理事长，高理事长，大妈还是大妈？大妈打中啊！打中啊！哎，哎个大妈过了嘛啥个？那就不要咽喉音了。也是对的。好了，可能多一个人，所以要去掉。茉莉花了眼睛了，茉莉花。对。我们茉莉花都好。我看还有没有？还有，我们刚刚看完哈。好，还有苏贤写到好多，谢谢哦。你要想下课了。好，美玲呢？来，tadi aku lemah aku， 对，我今天的运气也不好的，tadi aku lemah aku。好，下一句，masa mana hari ini， 对呀，到底是怎么样呢？什么mana hari ini， 这样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样一直运气不好。好，masa mana hari ini， 这样。好，改造第二次修正。我爱过kawan Nina， tireng， 那分开了 Nina， 那个我这个人Nina tireng。好，还有人在写吗？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今天这样分析，我们大概还能有几个年轻人都没有发表意见，希望你用抄的哈。年轻人或者是不太熟悉罗马拼音的。他们这些人所写的都很棒，有的错了我们都马上修正。你要抄正确的那一个哈，他修正过。有些说法很多种说法都对，你都可以抄下来。所以我说要抄笔记，就是说你抄了以后，你就以后自己看得懂啊，当时的情境，当时所写的时候是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写了这么多，刚开始惊叹号是口语化，生活当中常常还不经意说出来那个惊叹号，其实就是马上就表达出你当时的情境，你心里所想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从生活当中最简单的部分来慢慢的学，这些都起不来，我们会慢慢的学，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哈。希望我们阿美族的文化，尤其是语言能够传承下去。我们希望我们这些长辈们继续带领会很多的年轻人还有学生一起来学。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学习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时间超过了。我们下个礼拜二同样的时间另外林明德老师来带大家。好，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到此了。哎，阿赖先生，今天晚上 tepat-tepaan tak ko sensei, tepat-tepaan ta. Alay sensei. Alay sensei. Minanam. Ay, mapulong kita yang lagi cai tini sa sipay.